章程任期委员会早上开会，绝大部分议员都支持把提起听证动议的门槛大幅提高，而目前只有5名直选议员表态会反对这个议案。 立法会突然爆出要修章，把提起听证动议的人数从原本的2名增加到5名，引起外界不少质疑声浪。負責的章程任期委員會主席馮志強重申，這個門檻不算高。提高呢個門檻，今日我哋太過少啦。如果33位議員2個，喂10幾分一嘅，10幾分一就可以搞到一頭煙。 2位嘅數量上高咧，係會避到一啲別有用心嘅情況底下咧，係會喐得咁多好少嘅問題或者咩咧，都提出聽證。除了歐景星一人反對，委員會另外6名議員都一致贊成修章。馮志強說，過去9次聽證動議都是針對政府的負面事件，又認為外界普遍對聽證有誤解。但係而家我哋冚唪唥誤解咗，認為議會嘅權力可以駕馭政府。 如果我哋作為一個議會，可以傳召任何人到我哋議會出庭嘅，呢個係司法嘅審查，係對一啲人好唔公平，對一啲生意佬唔公平，對一啲官員亦唔公平。立法會係實在唔應該自我閹割咗佢本身嘅監督職能。最大嘅荒謬之處咧，就係立法會就好似同政府一樣，係去隱蔽消息啊，或者係將呢啲事實變得唔透明。另外，青年動力到立法會遞信，質疑提高聽證的門檻將嚴重削弱立法會的監察權限。委員會將按計劃在8月底休會之前，把修章決議送交大會表決。暫時只有關翠信、高天賜和新澳門學社3位議員表態會反對這個議案。澳亞衛視彭愛慈、張世偉澳門報道。